这时，咱们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于圣经罗马书12章第9节：听毋通虚假，歹着厌恶，好着亲近。另外一个所在记载伫耶利米书31章第3节：早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，讲：我用永远的听你，所以我用慈爱去引你。以上愿上帝祝福，愿意听伊的话，搁安尼来行的人。这时，咱要请释牧师来传讲信息。今仔日咱信息的题目是生命中上重要的，生命中上重要的，请大家恭敬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的教会所定的福音主日，咱要伫遮特别欢迎对欢喜亲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朋友，或者是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，欢迎恁会当甲阮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用你的听来吸引阮，会当来到你的面前。主伫主日的时，阮愿意通过礼拜来敬拜你，恳求你的信心甲阮做伙，特别甲新朋友、甲有意爱亲近你的人，主你的信心做工，互因的心会得到感动，有主的气力甲阮做伙。主，阮要将阮今仔的礼拜交伫主的手，恳求信心引带带领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，伊有一篇第一篇的小说，叫做《3个问题3个问题》。故事讲有一个国王，伊心内想，若是伊会当大声知影，第一，什么时阵是上界重要的时机；第二，什么人是上界重要的人；第三，什么代志是上界重要的代志。安尼，伊就会永远来成功。所以国王就通知全国，若是会当解答这3个问题的人，就会当得到大的报酬。全国济人拢提出家己认为上好的答案，总是无一个答案是国王满意的。但是国王犹原毋望会当得到满意的答案。有人向伊推荐，伊就决心带伫深山那内一个智慧者来请教。但是深山那内智慧者，伊只愿意甲一般的老百姓见面，所以国王只好换穿一般百姓的衫来出发。当伊要到智慧者的厝进前，伊就不准保护伊的人甲伊做伙行，就家己一个人前往。这时智慧者拄好伫伊家己厝的头前在掘土，智慧者一看到国王，就向伊点头致意，就继续做伊家己的代志。智慧者3比8的身体因为出力在掘土，就喘甲真厉害。国王行向前，就对智慧者讲：“贤明的智慧者，我是来向你请教3个问题，就是我要安怎知影什么时阵是上重要的时机，什么人是上重要的人，以及什么代志是上重要的代志。”智慧者听了后，无讲啥物，继续做伊家己的代志。国王看伊瘦过虚弱的身体，就对伊讲：“先生，互我来替你做啦。”智慧者讲：“感谢。”就将猪头摕互伊，家己就坐伫涂骹咧休困。国王做一段时间了后，伊就停落来，讲问一摆智慧者这3个问题。智慧者犹原无回答伊，只是徛起来手伸出，讲：“你低头行我，你忝啊啦，你来休困啦，我家己做。”但是国王并无将低头行互伊，伊犹原继续做。1点钟过去，2点钟过去，日头渐渐要落山。国王最后就出大力将猪头掘伫土里，就讲：“先生，
我是来恳求你回答我迄3个问题。假使你若无答案，你就甲我讲，我嘛通好来转。就伫即个时阵，忽然有一个规身躯老花的人对树林走出来，走到国王甲智慧者的头前就昏倒。因扶起即个人，伊的巴肚直直的流血。国王马上帮伊清去伊的空喙，而且佫用家己的手巾甲会当用的布甲伊包覆好。但是因为血直直的流，国王就一遍佫一遍将手巾甲布洗清气了后，佫甲伊包，直到伊的血来停止。这个时阵日头已经落山，国王就甲即个智慧者因做伙，将即个受伤的人扛到厝内，放伫眠床顶，互伊好困。这时国王非常的忝，佫加上规个下晡伊拢伫帮智慧者伫骨头，所以一晚就病就困去啊。国王一暝到天光，试过来，熊熊想无家己到底伫倒位，试过看到倒伫眠床顶迄个受伤的人。即个受伤的人一看到国王，伊就用虚弱的声音对国王讲：“国王啊，请你赦免我。”国王讲：“我毋认捌你，有啥物爱赦免你的啊？”受伤的人讲：“国王，你毋认捌我，但是我却认捌你。你是我的冤仇人，你杀了我的兄弟，佫将伊的财产拢摕走。我就算我要替伊来报仇。所以当我知影你家己一个人要来找这位智慧者的时，我就计划要伫你转去王宫的路呢来杀你。不过到天拢要暗的时，我直直等，拢等无你，我就走出来找你。拄啊好，互保护你的人看到，因认出我，将我拍甲要死。我对遐走出来，结果拄着你。国王，若毋是你替我清气空喙，佮抹药啊，我有可能因为血流伤济来死去。国王，我原本是要杀你的，结果你却救我的性命。若是你愿意，互我将性命献互你，一世人做你上界忠心的奴仆，而且我阁要叫我的囝儿孙，拢爱忠心服侍你，请你赦免我吧。国王听了后，毋但赦免伊，阁派医生来治疗伊，而且答应将全部的财产拢还互伊。国王甲受伤的人告辞，到伫外口要去找智慧者，伊想要去转去进前，阁一摆请教智慧者遐的问题。智慧者伊规伫田园伫做事，国王行前就讲：“先生，我最后一遍请求你回答我的问题。”智慧者就摇头看国王，甲伊讲：“毋是已经回答你啊吗？”国王讲：“你有回答我吗？”智慧者讲：“有啊。若是昨你无可能我的身躯衰弱，替我骨头，你无爱插我就转去，你就会拄着迄个人的攻击。所以你替我骨头的时，就是上重要的时机。我就是迄个上重要的人。你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对我行好事。后来，当迄个受伤的人向咱走来时，你帮助伊清气空喙的时，就是上重要的时机。就是因为有你替伊清气空喙，若无伊就袂赴甲你和解，伊就会死去。所以伊就是上重要的人。你替伊清气空喙，帮助伊就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所以你爱会记的。上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，上重要的人就是你身躯边的人，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用爱、用疼心为你身躯边的人做好事。
各位，通过这个故事，互咱看见生命中上界重要的就是疼。今仔日的圣经作者使徒保罗伊讲，安尼信心、仰望甲疼叹，这三项永远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就是疼叹。是啊，咱的生命中上重要的就是疼。全世界上界成功的投资者，也是2019年全世界上界有钱的人巴菲特。伊有的名声甲财富，绝对通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。捌有人甲伊问，什么是成功？巴菲特伊讲，伊有一个朋友已经80几岁啊，伊是捌住伫集中营少数生存落来的人。这朋友伊讲，当年好佳在有人帮助伊，伊才会当活落来。所以巴菲特伊感慨讲，伫你的一生中，假使若是有人会当无惜家己的性命来帮助你，安尼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。当你年老的时，犹原会当是你处理的人，是你的朋友所疼惜的，安尼你就是迄个成功的人。各位，我想咱真侪人，若是一讲到巴菲特，大家会注意到的是啥物？讲到巴菲特，你会想到啥物？足有钱的哦，若无就是伊经营的策略，无就是投资的方法。但是巴菲特伊家己所认为的成功，以及伊生命中上界重要的，却是有处理的人甲朋友的关怀甲疼。既然生命中上重要的是疼，安尼什么是真正的疼？伫基督教的礼拜中，真侪时阵咱拢会讲到疼，但是有真侪人对基督教所讲的疼，也有真大的误解。真侪一般的人时常拢将基督教所讲的疼，当作是一个廉价的恩典。有人掠做基督教所讲的疼是无限度的，一直宽容落去，所以伊嘛会断章取义，甲你讲，恁的圣经嘛有讲呢，疼是高宽容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其实毋拿一般人，伊有即种的误解，有时啊，连咱家己基督徒本身也会接受即款的想法。所以就无分是非，不断付出疼心了后，但是咱的心内却有所埋怨，结果咱就忍耐，变做忍受，忍受袂了了后，咱只好采取逃避的行动，将家己封闭起来，无搁付出，无搁疼别人。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24章12节讲。因为不法的事大大加添，侪侪人的疼，才渐渐冷淡。亲爱朋友，人的疼真容易因为互人利用，渐渐冷淡。所以咱需要学习安怎表达真正的疼，免得家己对人的疼心会渐渐冷淡。今仔日的圣经罗马书12章第9节有讲到疼。直接讲到疼有2项特别的所在，就是第一，疼人毋通虚假；第二，歹马怨恨厌恶，好马亲近。第一，疼人毋通虚假。讲到毋通虚假，伫圣经原文的意思，就是无戴着面具。原来早期希腊人因伫戏剧演出的时，演员拢是戴着面具，互人一看就知影伊所扮演的角色是啥物。所以当保罗讲疼人毋通虚假时，意思就是讲疼毋是用演出来的，毋是伫舞台顶悬的表演。疼是爱咱
信息佮辛困，将它听表达出来。咱无需要戴着面具去听别人。假使咱听某一个人，却带来真侪痛苦甲压力，或者是勉强的时，有可能是咱的动机错误，也有可能是咱的方法错误。各位，恁有听过爱盲原子笔无？有无？即场足侪人点头。哦，啊，佫有啥物？防劳邮票甲红十字会邮票。哦，我想这是咱真侪人50岁以上的人，伫以前读书的时吼，细汉读书的时，拢会拄着乐捐即类的代志。实际上，伫即件代志顶悬，咱真侪人拢在做不乐之捐。因为安那全班的同学，每一个人拢爱捐，家己若无爱捐，会感觉真歹势，只好勉强转去甲爸爸妈妈讨钱，要来捐钱。假使若拄着班上在比赛，管上侪人会当得到奖状，咱心内是搁较勉强，强夹家己比别人捐较少，感觉会无面子。所以原本伊是乐捐、乐意之捐，却变做不乐之捐。甚至是有人讲声就讲，这是勒索的乐捐。各位，原本是咱贴心的表达，却互家己感觉到无爽快，或者是勉强，这就是虚假的贴。第二，贴是歹买厌恶，好买清君。保罗伫遮教导咱一个真重要的道理，就是真正的贴。毋是要做一个啥物拢好的烂好人，反正是爱善恶要分明，就是歹咱要厌恶，对伫歹咱要离开伊远远远啊，厌恶伊离开伊远远，好就爱亲近，甚至是爱时时甲好结连做伙。虽然圣经甲咱讲上帝是疼。但是咱知影无？伫圣经内底嘛有讲到上帝有厌恶的代志，就是伫箴言第6章16节到19节，伊讲有7件代志是上帝所厌恶的，伊袂当忍受的，就是骄傲的目睭、讲白贼的嘴、杀害无辜的手、图无歹事的心、紧紧走邪路的骹、讲白贼的假干净。伫朋友中使人是非的人，伫基督教的信仰中，咱通常拢比较会注意到，上帝教咱讲要安怎三贴安怎贴，真少受到有关厌恶的教导。伫遮保罗讲，歹要厌恶，厌恶伊原文的意思就是恨，就是爱怨恨邪恶。照圣经原文的讲法，邪恶会当通讲是人，也会当通讲是代志。咱就要接受一个事实：有侪人，有侪事，是咱需要离开远远的。因为一方面，咱无法度去改变因；另外一方面，假使咱若袂甲因保持距离，咱也会受到损害。有一部真有名的电影叫做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。这部电影伊在讲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俄国沙皇迫害犹太人的时期，是伫乌克兰的一个庄社。所以这部电影一开始伊就介绍几个主要的人物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列比。列比就是犹太教信仰教导的老师啊，就是一个信仰的老师。有一堆的少年人，因甲列比在讨论信仰的问题，其中就有一个人讲：列比啊，咱要安怎为着迫害咱的沙皇来祈祷？这个问题，列比想拢无想，马上讲：这真简单，愿上帝祝福沙皇，离开咱愈远愈好。对伫住伫俄国的犹太人来讲，当时迫害因上界厉害的就是沙皇。
但是因为犹太人因的传统的教导是毋通咒诅，只会当祝福。犹太人因传统的教导是毋通咒诅，只会当祝福。所以因无法度改变大环境对因的迫害，因只是会当望遐迫害伊的人离开因愈远愈好。各位，互咱祈求上帝帮助咱学习真正的疼，就是无虚假，歹要掩恶，好要清君。真正的疼，要去倒位找？伫即个世间，敢有真正的疼？咱有读到今仔日另外一个所在圣经耶利米书31章第31讲。早时，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，讲：我用永远的疼恁，因为安尼，我用慈爱吸引恁。内先，咱看到上帝伊用永远的疼来疼人，永远甲疼，结然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代志。这表示无开始也无结束，是永远拢袂改变的。人的疼有真侪种，有爸母的疼、兄弟姊妹的疼、朋友的疼、翁仔某的疼。有时这的疼会变质，也会有结束的时。但是今仔日圣经上帝甲咱讲，伊用永远的疼疼咱。永远这个名词对人类来讲是奥秘。而且真困难去体会一件代志。咱中间啥人会当活到永远？啥人会当看见迄个无限？永远是一种真特别的概念，就是咱的目睭所会当看到上间远、上间远的所在，阁要过去一点点啊，迄就是永远。或者是咱所会当想象。会当想象到的任何的所在，到伫上远、上远、上远，爱阁加一点点啊，迄就是永远。就好亲像咱伫爬山，爬到忝到要死的时，带头的人拢会甲咱讲啥物？加油对无？快到了，要到啊！哦，头前晚一下，阁几分钟啊就到啊！就安尼一摆阁一摆，伫非常忝的情形下面。咱感觉好亲像有行袂完的路。是啊，咱行伫上帝疼坛中，就亲像是即款的感觉。行了一段路了后，阁弯一下，阁有一段路，总是咱永远拢看袂到迄个尽头。各位，上帝疼就是安尼。当咱感觉上帝疼已经到底啊！上帝伊阁会加添一点仔互咱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讲到慈爱老爸的譬喻，也是浪子的譬喻啦吼。慈爱老爸的譬喻，当即个细汉囝伊将得到的这个财产拢开了的时，即时的伊嘛认为伊的老爸对伊的疼已经拢无去啊。但是圣经记载。伊的老爸却是每一工拢在仰望，等候伊所疼的细汉囝转来。所以圣经记载，当细汉囝要转厝的时，离开厝阁真远，伊的老爸远远就看见伊，看到就马上走向前，甲伊揽条，甲伊斟，来接纳伊转到厝里。转到厝了后，为伊换新衫，互伊挂手指。佮准备大的宴席来欢迎即个放荡囝转到厝来。各位，上帝疼，伫咱掠做要用完的时，伊阁会加添互咱，这就是真正的疼。有时咱会感觉咱家己亲像迄个放荡囝共款，无完美，拄着挫折、失败，也会犯错误。甚至感觉无人会阁接纳咱，无人会阁疼咱的事。亲爱朋友，
只要咱愿意来到上帝面前，伊就是迄个慈爱的老爸。伊早就毋茫久久等待咱转到伊的身边，这就是真正的疼。各位看我遮，这是啥物？后壁看无清楚吼，伊爱坐较头前的，吼才看会到吼。这是啥物？1000箍，有人买无？买吼，哦，即张足老实的，吼，拢讲买吼，足好诶吼。好来，新的对无？我若甲伊安尼咧，恁阁买无？变安尼恁阁买？哎哟，安尼继续头壳站咧，啊阁买无？嘛是买，吼，恁足够诶。来，各位，你已经有体会到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无论我安怎对待即张1000箍，恁犹原还阁买，对无？为虾米？伊无因为变甲安尼，就失去1000箍的价值，对无？伊的价值犹原存在。伫咱人生的道路顶悬，咱捌坐摆，互家己的决定，或者是所拄着的环境来拍败、绊倒，甚至是伤痕累累，互咱家己感觉咱家己一文不值，无啥物价值。但是无论过去发生啥物，或者是将来要发生啥物，各位，咱爱知影，伫上帝眼中，你永远拢袂失去你的生命价值。伫上帝看，无论外表是清气还是垃圾，无论是完整还是伤痕累累，甚至是破碎，你伫上帝眼中永远是上界有价值、独一无二的宝贝。实际上，上帝真正的疼已经伫咱的中间，因为上帝将真正的疼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伊承担咱的无完美、挫折、失败，以及犯错误的后果，来代替咱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承受咱一切软弱、罪恶的代价。只要咱愿意邀请主耶稣来到咱的心内，做咱生命的救主甲主宰，咱就会当得到真正的疼，享受上帝永远的疼。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2节也甲咱讲：既若接待伊的，就是信伊名的人，伊就手续因权柄，做上帝的囝儿。亲爱朋友，上帝用永远的疼你，只要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你就会当得到，也会当享受生命中上重要真正的疼，也会当用真正的疼来对待四周围的人。愿上帝的疼亲自感动咱，伊就亲像迄个慈爱的老爸，一直在听候等待你，愿意拍开你的心门，互伊进入，来带领你未来的人生。伊会甲你抹掉，甲你浸，带你进入永远的疼。上帝亲自听你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这是我要成为着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，或者是你对福音有意爱亲近的人，我要为着这兄弟姊妹先来祈祷。你会当心内底我祈祷，来邀请主耶稣进入伫你的心内。天父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疼阮，互我有机会认捌你，阁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你。主伫即个时阵，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来认罪，因为我毋认捌你的时，我有做互你无欢喜的代志，甚至因为我家己的软弱，我嘛
捌做毋对代志，我只是恳求你来赦免我，通过主耶稣基督的保血来洗清我。我即个时阵，我要邀请主耶稣进入伫我的心内，来带领我，来掌管我未来的人生，互我未来的道路，毋是家己孤单一个人行，乃是有主耶稣诚做我至好的朋友，来陪伴我、带领我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我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即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用永远的听阮，互阮伫人生的道路顶悬，无论拄着啥物，有当时阮会失败，有当时阮会受挫折，甚至有当时阮硬心要来陪伴你。主总是恳求你，互阮的心柔软，保持柔软，会当互你的疼来做工，互阮愿意回头，决转向你。主啊，互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，通过主耶稣的保血洗清阮，互阮会当搁一摆转到你永远的疼的中间，继续诚做你的囝儿，继续会当领受你的恩典，搁会当互上帝你来使用。主恳求你的信心来保守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主互阮的心常常有你的疼来充满，主互阮诚做一个有上帝荣光的人，搁会当为主做水的见证，会当吸引人，也会当来认捌你。主，阮搁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，恳求上帝你继续带领引带阮，阮伫主的面前搁一摆献上感谢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